誰聯絡你？若我在某冰川遇難，然而教你苦痛亦算黑色浪漫。甜蜜那陣時，關懷日子總講到大淚眼。誰料情感無常，這假設太簡單。你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以後去牽絆你。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知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